比其他大學都唔係好似好出名㗎嘛，八大裏面。但係其實成大裏面有啲好前線嘅老師教得好好，我都識。即係所以就真係睇老師。港大都有好多好差嘅老師咁但係你嶺南都有好多係好好嘅老師咁所以呢個即係我要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啦。呢個第一點啦，就係我去到嗰度，佢本身唔係一個資源好似國立大學咁多嘅一個大學。不過但係我做咗呢幾年之後，而家唔同啦。賓州科技大學而家係喺因為佢表現好好咁而家又係典範大學，又係長大學，咁攞咗政府好多錢嚟嘅，有排頭位嚟，如果攞錢嚟講，即係因為政府係睇做得好，佢哋俾錢嚟。咁呢兩年裏面，甚至以後嗰兩年，我哋都攞即係全球最多嘅錢，即係政府嘅資助。咁呢個係優勢嚟嘅當然。咁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佢喺台南啦，因為台南咧係一個真係讀書嘅地方。如果你去到一啲大城市，好似台北咁咧，花花世界啊咁樣好多人好心散。但係台南係你嗰度人與人之間關係比較好啦，好淳樸嘅校風啦。呢個都係一個好處嚟㗎啦。咁另外就係所謂科技大學同中國大學嘅唔同。呢個賓州科技大學係一個好典型嘅科技大學嚟嘅，因為所有我哋嘅學生都要強調實習嘅。如果個學生佢冇暑期做過1年嘅實習，即係1年裏面有2個月時間係做實習嘅話咧，佢畢唔到業㗎。所以佢一定要去揾到實習做。咁而家我哋唔使憂冇實習，因為學校都會安排啦。企業亦都同我哋關係好好啦，咁就會俾我哋機會去做到即係實習㗎。我今年都去探啲學生㗎，我哋去好認真嘅，啲學生去做實習，我哋都去要探佢哋㗎，睇下佢哋生活情況點啊，同佢哋嘅領導人，即係帶住佢嘅一個即係一個上司啦，所謂點同上司咧，又傾翻佢哋嘅情況啊咁樣嚇，咁又要評估翻啊咁樣。如果做得唔好嘅，係要佢先再做過㗎，即係冇得畢業直接要做好多為止嘅咁。呢樣都係好重要嘅，即係話佢強調科技大學嗰個特性，就係你一定要喺實踐上面做得好嘅，你同企業做得好嘅。咁賓州科技大學而家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啲學生好受歡迎啦，特別我可以講而家我哋嘅視訊系，即係電影電視系。今年我哋嘅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啲工嚟揾我哋啲學生，又話俾你聽，我啲學生揾晒工，對唔住，冇位俾佢做。呢個就係我哋好大嘅優勢。即係你睇到賓州科技大學出嚟，因為我哋有對手啊，我哋好強嘅對手。世新咧係一間私校啦，好出名嘅喺傳播方面電影好強。另外一間就係台藝大啦，台灣藝術大學；另外一間就北藝大啦。咁我哋呢4間都係屬於電影最好嘅，而其實我哋嘅條件我諗係最好嘅，因為我哋有一個係全台灣最好嘅攝影師，叫廖本玉，攞好多獎，金馬獎，啱呢一屆嘅亞太獎就要攞嘅，亞太最佳攝影。咁我哋有一個係全台首第一把交椅嘅老師叫陳國文，係做剪接嘅。咁所有重要嘅台灣片都係佢剪嘅。喺學術方面，我相信佢哋台藝啦，不係冇一個學我咁樣有咁高嘅學歷，同埋咁多海外嘅著作嘅。我今年都會做10月去德國發表一篇論文，我2年前我都發表過去，即係同一個人，都會出條刊。我每年都有論文出嘅。呢啲就係一個表現嚟㗎嚇。咁同埋我對學生啲要求好高，即係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你做一個系，我最少替個系。同埋替一啲個學院，我自己學校個學院去講啊，就係佢哋係好認真咁去做到。雖然資源唔能夠俾到好似港大中大咁多，但係仍然可以做得好嘅，呢個好重要。我記得我2年前帶咗啲學生翻嚟同城大有個交流。城大嘅設施非常好，有一間創意媒體學院，我哋有一間叫做創意媒體學院。佢間創意媒體學院裏面嘅設施非常之好，有10.2嘅 studio， 而家電影都未有10.2好多，都係杜比唔掂嘅。有2個杜比唔掂咧嘅 studio。咁我哋賓州大學科技大學冇
冇呢樣嘢我有錄音嘅設施啊，連5年都未到，我哋希望捐到啲錢，希望可以做啦咁但係當啲作品拎出嚟睇嗰陣時，中山科技大學嘅學生嘅畢業作品完全唔比佢哋差，甚至有啲係令佢哋覺得眼前一亮嘅。即係我就好希望大家明白，就係唔係你有一間幾億嘅港幣做嘅大學做嘅一個學院係嘛？佢哋有個好靚建築物係起咗4億咁多，另外有1億港幣嘅設施，用嗰5億可以直情起一個昆山科技大學。但係人嘅軟件好重要咯，學生亦都好重要，因為啲學生係比較努力唔計較台灣學生個好處就係呢樣嘢好純樸，好聽話得滯添，有時我都教佢哋有時反叛一啲有多啲另類思考咁呢都好重要嘅。所以我都希望大家明白，即係唔係一定喺台北，反而喺台中高雄台南甚至係東部都有好多好學校。你最緊係而且生活亦都係平好多，反而你覺得喺私校讀學費貴咗之後，你再諗翻，如果你喺台北你要花咁多錢去租，即係交租食飯，咁你就慳翻啲錢係即係直情係因減得加嘅或者調翻轉頭你加咗學費但係你減咗好多生活嘅開支，咁同埋你加上個純樸嘅生活嘅環境，靚嘅生活環境，因為多多少少台灣都係台北都係比較混雜。環境環境好靚，但係東部係好靚南部亦都唔錯嘅其實台北以外嘅生活環境係相當好嘅當然名校係另計啦。如果你喺台北裏面嘅靚嘅校園嘅學校都好多，都好靚。咁另外就係值得注意嘅就係話，根本上要體系咯，體系睇老師。就唔好淨係睇個名氣。我今年覺得有啲傷感㗎，其實我舊年同啲同事一路11月、12月都嚟係宣傳昆山科技大學私校台北以外嘅學校分散去投資叫啲人分散去揾學校咁樣。結果今年個選即係大家選學校出嚟咧。俾我個印象係令我好失望啦！好多人集中去台北，咁有啲好成績嘅報咗定下咗啲位，等嗰啲好嘅學校都收唔到啲好嘅學生甚至嗰啲位落咗空，即係學校啲人排唔到，有啲人排唔到都不得已，仲係而家據講有成1000人想報橋先報嘅，我覺得係好蠢嘅嘢嚟㗎因為你咧。如果你200-300人報橋先報，咁多人嘅競爭，你長遠派位容易好多，係嘛？但係你成1000人走去，加上佢哋有陣都原本嘅人數，你嘅人數係大咗好多，你將來你爭個學位會幾笨咧？即係同埋有冇咁多位去吸收好嘅學校位去吸收你所謂想願望嘅？到最後你嘥咗1年，揾個學校可能比你而家去報嘅學校仲更加難，咁你點諗咧？你點算咧？同埋一個人有幾多個1年係咁樣浪費咧？即係我都好彩，我勸咗有一個學生，佢就係報咗嚟昆山之後傻嘅，唔知咩事，然後就佢諗住去讀橋先報嘅，因為聽人講話橋先報啦，出年再試過啦咁樣我勸翻清楚佢話你出年你可能考咗間學校，可能係比昆山科技大學遠遠不如嘅，咁你成日又嘥咗錢又嘥咗，你又點諗咧？所以我好希望真係香港人要好聰明啫。如果佢唔聰明嘅話咧，佢唔清楚整個學習嘅形勢，就會好吃虧累到人哋，亦都累到自己。呢個我覺得係真係我唔想見到嘅。頭先咧，施教授咧講嘅説話好清晰不過咧，我要特別強調華範咧就喺台北嘅。不過咧，佢台北咧，大家嘅收費咧好平到嚇死你，好俗嘅説話。第二，佢嗰度咧好寧靜，佢嗰度同台南差唔多，同台東差唔多。因為咧佢喺石碇，咁全台灣最好食嘅豆腐喺嗰度。咁佢仲有好多糕餅好靚，嗰度咧嘅生活費好簡單，應該係咁樣睇。當然啦，非常感激施教授提到。我哋一般人咧都想喺台北讀書，
咁台北咧一般嘅大學未必好多個南部嘅都係個優勝。第二點咧，各位同學咧係對於國立大學仍然咧有情我獨鍾嘅同學好多。咁其實私立大學好嘅亦係非常非常之足夠。咁另外一點咧，我想兩者之間最大嘅差距就係學費啦，雜費兩個夾埋咧，理論上就係國立大學喺一年裏邊嘅學雜費係平過私立大學1萬到12000啫，其他冇分別，生活費冇分別。當然啦，我講台北本身冇分別，台南同大陸冇分別。喺度咧，我想講個最簡單嘅數字俾大家聽。如果你想去台灣讀書，就係、你嘅 DSE 成績，如果係去到8分幾、9分、10分呢一個基礎分咧，我哋已經講俾你聽，你係有能力讀大學㗎啦。咁所以史教授話唔好咁笨去僑先部。僑先部係點樣嘅同學讀咧？兩種，一種就係個分數嘅 DSE 嘅成績咧係得個7、6、5、4，甚至係冇分數嘅同學去僑先部係絕對需要，呢、個就叫做保底。有同學咧佢有16、7分，但係咧佢去唔到20幾分，入唔到香港嘅大學，但係佢想讀好好嘅大學，譬如讀嗰啲獸醫啦，或者讀嗰啲醫科咧，佢係需要去僑先部打好基礎。其實佢基礎已經唔錯㗎啦。咁香港嘅術語叫做拔尖，咁你就會攞得更好嘅成績入到你心儀嘅嗰個學系。呢兩種之外，其實僑先部會慢慢被淘汰㗎啦。用淘汰兩個字係真係冇錯嘅，因為香港係多元，去台灣讀書係多元入學，未必需要。嗱，最後一點咧，我想要同各位簡單嘅説明，去台灣讀書，你哋最擔心嘅就係翻嚟學位認唔認可，翻嚟專業資格有冇，翻嚟香港可唔可以係繼續深造攞碩士、博士學位？咁呢啲嘅説話咧，當然阿金老師以佢現身説話可以講，不過我想咧俾多10零分鐘你哋兩位言抗禮，因為你哋就要離開呢度，因為你有好重要嘅事情係做一啲嘅補充，好嗎？好，唔該你。我頭先仲未介紹完我自己嚇，咁我其實頭先李博士講到啊，你擔心我哋讀完喺台灣成唔成年？唔使擔心，因為我讀完我頭先講過啦，我真係入到大學，我先知道自己真係中意讀啲咩科。我咁喺嗰段時間識發揮我所長。咁我咧喺大4嗰年咧，我就開始考自己去讀考SAT 啊，考 TOEFL 咁樣。咁我就去咗一間體育學院，美國春田體育學院。當時候係幾出名嘅體育學院嚟嘅。咁我自己去嗰度讀完碩士班。讀完碩士班，其實我翻過香港教過1年書。咁喺朱聖中學教過1年書。跟住咧我就教完之後，因為要結婚要翻去揾翻個男朋友啦咁咧我就翻台灣，咁就入咗我而家呢間大學去教書。我已經教咗21年㗎啦喺呢間學校。咁點解我唔離開咧？就頭先嘅原因有好多，因為我覺得個人情味同埋個學校嘅宗旨我認同所以我留咗喺度。咁喺中間，咁我其實就喺師大就繼續讀我嘅博士班。咁我嗰時完全唔知冇你哋咁幸運啊！原來我用僑生身份入去㗎，我係考㗎，我同啲 local student 考嘅咁得5個位嘅咋嗰陣時嘅博士班。咁你睇我以前唔中意讀書嘅，但係我考到，我可以同 local 嘅 student 去競爭。嗰陣時5個位有3個係師大嘅助教已經保障名額嚟，所以其實我係全國裏面考2個位嘅啫，我做到。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睇小自己，睇小自己話我以前讀書唔叻或者我考會考得唔好咁。但係你知道自己讀邊科咧，你就會成功。咁我覺得台灣俾我一個好好嘅一個環境，因為我喺香港，我就算讀體育我都入唔到嗰陣時。體育係有啲咩考？最低你話師範我都入唔到㗎。嗰陣時你師範我都入唔到，咁我真係好中意，咁點算咧？我點算咧？咁我又唔夠錢去美國加拿大嗰啲讀，所以我嗰陣時選擇台灣。咁喺台灣嘅時候，師大嘅時候，我嗰個年代咧仲好好喎，每個月俾3000蚊我唔使錢讀書之後，仲俾3000蚊我。
咁如果你努力啲，好似我哋咧寒暑假啲師大啲就係個個都收到100蚊嘅，做咩咧？出去做教練我哋就去教游水啊，教打波咁自己去供自己。咁而家咧，其實喺我哋呢個年代，我哋啲學生好幸福，點解咧？因為每間學校都好多獎學金。你香港攞唔到咁多獎學金，但係喺台灣咧，唔係淨我啲學校，間學校，如果你只要努力少少，你會攞到好多獎學金。我哋同學長，我哋學務長成日都提醒我哋喺我哋學校如果你前嗰30%，你嗰班嘅50個人，你前嗰30%咧，你已經攞到獎學金。除咗獎學金之外咧，仲有啲咩咧？你有好多攻讀機會。我哋嘅校長咧唔中意啲學生出邊做攻讀嘅，佢喺學校已經提供晒好多攻讀俾佢。即係其實你喺學校裏邊咧，你又做 TA， 我哋個小饅頭計劃。譬如你頭先我講過，你打波叻嘅，好，你去教波。你數學叻嘅，你去教你啲學弟數學。咁咧學校提供攻讀，我俾錢你去教佢哋。咁你其實你唔使擔心，你話要啲學生走出去揾好多攻讀嘅機會。同埋我哋頭先提過，我哋好多嗰啲綜合計劃。我哋頭先我哋吳君山唔同，因為佢哋係科技大學，我哋係綜合大學。我哋綜合大學咧，我哋其實係70幾間綜合大學裏邊有16間咧係連續9年都攞到教育獎。我連續9年，未來都一定去攞到因為我睇教育係我哋喺教育部嘅，其實係好穩定嘅學校，好認同嘅學校。但係我哋唔出名，點解？因為我哋都好少去招生，我哋好少做招生嘅動作，因為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好認同個學校嘅。所以其實我覺得頭先講過啦，其實私立大學真係唔使迷思係自己係咩公立大學私立大學。我覺得咧，行出狀元一個最緊要咧，你知道你自己嘅方向同埋你想讀咩系。咁唔係一定要去我學校，因為有啲係可能我頭先佢講到話會計系，我校冇會計系，所以可能揾到一啲會計系嘅咁我就好明白就係香港咧，其實係好多學生其實係好向上，好想讀書，但係冇機會俾佢入大學。咁其實台灣係一條好好嘅一個升學嘅路嚟嘅，同埋真係現實啲好經濟，即係經濟上邊咧，你係真係，如果你努力啲咧，真係賺錢嘅可以。你邊讀書就唔使錢讀書，之後你仲可以賺到錢。我哋好多學生真係真係賺錢，讀緊書嘅賺緊錢所以佢哋其實幾好。同埋我哋有啲係3年班，我哋學校咧1、2年班嘅時候咧，佢知識面啦，佢哋教練叫你哋讀晒。3、4年班我哋就邊學邊做，我哋會揾咗好多嘅企業嘅合作咧，俾佢哋做實習。你一定要實習，邊一科都一樣。你話中文係、英文係實習啲咩？你去幼稚園咯，你去補習班咯，去實習。你去飯店管理做翻譯咯。我哋都有幫學生去咁樣做。咁我哋老師咧會帶住啲學生去做。老闆俾啲分數，教師又俾分數，所以你係邊學邊做。第3、第4年嘅時候，所以咧其實好多老闆，如果佢係表現唔錯嘅話咧，其實佢畢業咧唔係失業，佢畢業已經係就業嘅喺我哋學校嘅。其實咁樣，同埋有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如果你問有好多家長問我哋翻嚟做咩啲學生，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去3年班、4年班嘅時候咧，我哋已經訓練到你已經喺職場裏邊㗎啦，有啲學生。你已經係比其他男生咧係多咗好多嘅工作經驗，你翻嚟真係唔使驚，真係唔使驚你已經俾人哋有經驗，你就驚你揾唔到嘢做呢樣嘢，我覺得係我哋台灣有啲學校同特別我哋學校有做到呢一點所以我哋差唔多所以唔知我哋學務長有冇啲我哋嘅黃教授同金教授咧，仲有大概10零分鐘可以喺現場。有冇家長或者同學就住呢一個問題想請教2位教授嘅有冇？有冇啊？唔該，多謝你。我想問下咧，台灣嗰個英文水平係比香港低？唔可以講話低但係香港咧如果你讀到英文，你係應用到英文。但係台灣咧，你讀英文，但係你未必應用到英文。我覺得呢個實際上嘅嘢。咁如果你話佢哋英文好唔好？佢哋嘅考試能力係非常好台灣嘅英文考試能力，佢哋嘅訓練咧係背字典嘅
係啊，所以香港會字典㗎嘛嚇。但係我哋贏佢哋英文喺邊度咧？就係應用。我哋講，我哋聽，我哋去用嗰方面咧，比佢哋係好少少。咁當然呢幾年啦，呢幾年嘅英文水準係提高咗好多，因為少子化。少子化其實我自己細女咁啦，全部細個就已經開始雙語㗎啦，一定會俾你讀英文。但係你又讀得好唔好咧？當然係個人見仁見智。咁當然你低收入戶嗰啲學生可能就英文真係會差少少嚇，但係基本上中等家庭上面英文其實佢哋都唔差嘅而家嚇。但係如果應用上面咧，就係真係我覺得就真係比香港差少少。因為你起碼喺香港你有英文字啊，見到啊，講兩句都噏兩句英文，但係台灣就唔會嚇，因為佢英文冇生活化，我覺得嚇，咁呢樣係佢哋嘅缺點嚟嘅。睇下仲有冇其他？我補充少少。問咗先，或者我補充咗一少少。英文咧，我都要承認一個事實㗎，就係、因為我就我86年翻嚟香港嘅，86年之後我就一路年年都去台灣有講學有做啲研究計劃，都冇斷過。我事實上覺得有因為台灣地方大啊嘛，有一個比較大嘅差異嘅真係。佢同香港唔同，香港一個好城市化嘅地方，係嘛？咁同埋好逼傑，咁同埋學校嘅制度，因為政府嗰個資助啊、津貼嘅制度都好好啊，所以佢嗰個落差冇咁大嘅。香港當然咧差嘅英文用得好差啦，又真係靠香港啲學校。咁好嘅又好好，台灣都係有呢個情況。如果你喺台北市咧，好多補習學校啊，學校有強調呢個外文啊，佢相對好嘅。但係如果你喺南部嗰啲學校咧，除咗好名校嗰啲啦，就係、的確廣泛嚟講，如果唔去到名校水平嗰啲學生嗰啲英文水平係差。大學都有呢個情況嘅，大學都有呢個情況。我都有投訴過，我對我自己學校嘅英文嘅教育係非常之不滿嘅，同埋仲有政治原因嘅，有個好嚴重嘅政治原因，即係我自己嘅觀察，就係、自從陳水扁上台之後咧。佢哋係強調嗰個即係閩南語化，即係希望學校裏都用閩南語。呢個進一步使到佢哋嗰個中文水平都低落嘅，同埋用國語去學英文嘅傳統咧，過往都係唔同㗎嘛。你有個語文翻譯去第二個語文咁樣，或者用呢個語文去教一個語文係好重要㗎嘛。咁呢方面都差咗嘅。使到呢8年嚟講，我覺得佢管治咗8年之後連英文嘅水平因為國語水平差咗就差咗，即係好大部分之所謂落後啲嘅地方嚟講。咁然後就係連中文嘅水平都相對差咗。但係我覺得佢哋仍然好香港㗎，香港亦都係非常之惡劣添得到。所以呢啲問題我諗係好複雜㗎。所以咧變咗真係要睇自己。我哋有啲學生去咗嗰度㗎，香港好多學生，佢哋都覺得喺自己科技大學裏面讀嗰啲英文咧係唔夠好嘅，真係唔夠。我都成日強調你自己要自學，英文係自學㗎。我嘅英文好好啊，其實我喺台灣未見過一個人英文講寫都好差好遠。我香港我都見過幾個，但我係自學㗎。我由中學我睇字典啊，睇呢個百科全書用英文，睇百科全書啊咁樣。睇好深嘅英文書啊，睇拜倫、Milton 啲詩啊，Tennyson 啲詩啊，要靠自己㗎。語文唔係你有個好老師都好重要，但係好多嘢要靠自己。我要希望大家明白呢個，我都教我啲學生就係你要靠自己。英文你唔自學，唔努力去自學嘅話咧，你學翻嚟喺學校嗰啲咧，你可以係日常用。我仔好過我㗎，講英文，因為佢喺美國生活過啊嘛。講英文好過我，一開口人哋知道你讀書翻嚟嗰啲英文都唔土語嘅，連啲土語都唔識講，粗口又唔識講，都講得唔好啊！但係如果你一寫出嚟，你就睇到，哇！呢個人係受好高深教育嘅人嚟嘅。我雖然未喺英語傳，我嘅基本訓練係德文同法文嘅訓練嚟嘅，唔係英文訓練嚟嘅。但我英文係，即係我覺得係要睇自己，真係要明白呢樣嘢。去到某個水平有用。但係你再想要好嘅，你家長要求嗰種英文好嘅英文，唔該你要你仔女努力
歷史。我想今日最重要咧，阿施教授同埋金教授咧講到台灣嘅英語英文咧，我想佢哋兩個已經講晒㗎啦。不過有點最重要嘅咧就係台灣咧係真係金老師講，我哋英語係少用，但我寫英文唔係太差，理論上你唔一定輸俾香港一般嘅同學，呢個係真係嘅。咁如果你喺香港去台灣讀書咧，第一年有啲優越感，第二年已經冇咗㗎啦。如果寫我哋未必贏到台灣本地嘅同學。咁另外第三點咧，台灣史教授咧佢同學校反映，不過現在咧台灣嘅好多個大學畢咗業啦，佢唔俾畢業證書你，佢要你考一個佢哋學認為達到標準嘅外國嘅一個英語嘅一個測試，得咗啦。咁你攞咗之後，你幾時攞就幾時俾畢業證書你。現在已經有1/4嘅大學做緊呢條路㗎啦，所以你哋唔使擔心喺台灣讀書嘅同學，好似金老師話走去英國、走去美國、走去邊度地方，我哋讀書都完全唔成問題。咁留翻到嚟香港咧，我哋有冇優勝咧？就睇你自己頭先史教授所講啦。你要呢一個香港嘅當年你喺台灣讀書，佢喺香港讀書，最後尾邊個叻？就係史教授俾你大家一個忠告，好嗎？你仲有少少時間，都係俾阿金老師同埋阿黃老師問問題。幾位教授，我想問下咧，譬如即係有年輕人咧有興趣報讀呢個華梵或者係昆山科技大學，咁佢而家應該點樣部署咧？咁譬如話，如果 DSE 成績7分以下嘅，咁又有冇機會可以入到學校咧？呢個一陣間我答你好過佢兩個答，佢兩個答咧有少少要避謠。我一答你咧就標準，如果7分8分去咯，華梵收啊，昆山會收，一陣間講好嘛？一定會答你。如果我唔記得咗答咧，我老啦，你再問翻呢個問題，同埋喬師傅一樣。我想問一問咧，頭先你提及過咧話咧，台灣即係大學係應該選系啦、選校啊，咁呢啲咁嘅資料咧，其實一般即係家長除咗係聽講座之外，仲可以喺即係邊度知道？即係點樣知道其實咩學校邊個學系好咧？即係合佢心意嗰科嘅，即係譬如入學資格，或者真係其實係比較做得好，即係呢方面嘅資訊其實可以點樣揾翻？一陣我哋有個專家4點鐘之後咧，歐老師會同你答，好嗎？點解咧？即係如果係你哋香港啲人咧，佢講普通話，即係講個人啫，佢話咁佢做咧就好難做嘅。你隔離嗰位小姐咧想去讀中文系，如果你讀中文系有一個要訓練，如果喺25歲之前，我哋嘅語言係冇障礙嘅，除非你有學習障礙。如果冇語言係冇障礙嘅，一定要記住呢個。喺25、26歲之前咧，去到任何地方讀書，完全唔識個語言，好快脆就上到手㗎啦。我同金老師唔知係咪，我真係去台灣之前，我係唔識國語。但係我喺台灣2年級嘅時候，我係讀中文系，我詩詞歌賦完全用國語背出嚟嘅，唔係讀出嚟背得出嚟嘅。因為嗰時候我10幾20歲，唔使驚，你咁嘅年紀咧就要辛苦啲啦。我唯一因為我係從一個語文教學嘅角度講你聽，唔使擔心，真係唔使擔心。就唔係人哋講話咧，就國語去到讀尾音就算㗎啦，唔係㗎。不過讀尾音都唔驚，因為現在咧，頭先史教授有一樣嘢我補充一句，好重要嘅。閩南話現在流行啦，咁當然有用。不過咧，如果我哋台灣有個好處，香港2文3語，佢2文4語，但係翻大陸咧係多咗1語，發達嘅機會比香港嘅同學多咗好多，係咪啊？嚇？有啲老師中意咪用英文教又得，用國語教又得，閩南話教都得㗎。咁基本語言都係中文嘅，中文語言。閩南話都係中文。閩南話就比較如果台北市就比較少啲嚇。咁如果你偏遠少少咧，就會即係如果你台南嗰啲有啲老師係中意嘅。好似我睇我係咁，我有個排球老師，從頭到尾佢都講台語。佢叫我去東，我去西，啱開始都係咁嘅嚇。但係慢慢聽下就識㗎啦。好似有學務長咁，我諗佢呢10日過嚟咧，而家頭先我哋講咧，佢70聽到㗎啦，講到。